你要的通关武器我带来了，你开个价，多少放人？你绑票，不就是要个一口价吗？爷改变主意了，天下可没有这么好的事儿。一张破纸，你竟想救一个人？爷，要命！来人，把那小妮子给我扔到井里喂饱吧！啊！等等。 听闻七眼帮主嗜赌如命，要不咱们赌一局？李大庄主，你好兴致啊！那你来说说，咱们赌什么？李清灵赌上瘾了，上回在万华楼光天化日，今天在他的地盘，他不玩死你啊！ 就赌生死，你赢了，我们由你处置；若是我赢了，我要带他走。好，上来就跟我赌这么大，我喜欢。爷，跟你玩。 李清流不是鲁莽之人，想必他能够分辨出来哪个才是生子，得想办法让李清流先选才行。哎，你俩能不能别磨叽了？李清流，你一个堂堂银城最大丝绸庄的当家的，都说君子行礼让之仪，你就让了他能怎么样？ 未出死，焉有生？命数两手交。闭嘴！你再吵，我堵了你个臭嘴！怎么了？七眼帮主不敢下手了？我告诉你，在我七眼的眼里，就没有不敢两个字。好，那七眼帮主，请。老子不吃你这套，你先来。 上钩，让你先抓你不抓，李清流，你慢着，让他先。我让你先学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七言只知附庸风雅，却不知生宣和熟宣的纸张手感完全不同。不可能！七言，既是天命，你就认了吧。若你主动投关，说不定我还会在关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好，我认。小心背后！七言，你个不要脸的，说不起就不要了。住手！东西你还要不要了？ 拿过来！把它给我扔下去！七爷，你连一个手无寸铁的娇弱女子都欺负，真是连王八都不如。哟，李大当家的，你这是想英雄救美啊？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好好招呼他。你要敢反抗的话，老子现在就斩了他！李清流。 你个老人滚蛋！不要计较。